警察局大动作来搜索到一间鸡排馆，查扣到麻雀、茄子网甲现金11万，嘛带回到伫现场的缴客52个人，其中有10个人竟然是军人。军方是来背回讲，军人是休困期间去合法的鸡排馆来消遣，现场所查到的跋筊的钱，甲军人无关系，后续嘛配合检警来调查。警方大动作入去鸡排馆搜索，桌仔顶就是一台点钞机，拍开这个后摆一个看，内底有几啊纸100块，也有几啊地10块的银角啊。警方认为讲，这就是跋筊的证物。进入搜索的时，有真个人客当咧算，现场总共带回52个人，跋筊钱总共超到11万块。警方锁定家人这间鸡排馆伫大路边啊，招牌篷布拢正影捌，不过这毋是警方头一摆上门掠人。这摆搜索，警方总共掠52个人，其中各有军人身份，带头的敢若是海军一个姓李的中校，其他单位姓蔡的中士啊，甲一个姓张一兵拢带转去门口经。再度接获情资，本市1-2路上一家表面合法的麻将馆涉嫌经营赌博，收索票获准。昨日乔装赌客入内搜证。海军舰队指挥部是2章发表声明表示讲，这阿兵哥是伫休假的时到合法登记的会馆去消遣，初步调查现场这跋筊钱甲这阿兵哥无关系，后续卖配合检警来调查甲办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